但是我们烂到根的国安体系，要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昨天小英总统震怒，表示严办到底，这样子的态度，我认为是正确的。不要再闻过是非了。这一次运输的是私烟。下一次呢？下一次会是什么？总统已经震怒了，要求要彻查到底。华航到现在，到刚刚还在遮遮掩掩。我为什么说到刚刚还在遮遮掩掩？我刚刚邀请华航能够负责任的代表来办公室说明，因为我希望在开记者会以前，再给他们一次说明的机会。那来了，基本上的态度是我们董事长说，情况现在都不是很清楚。这句话我完全听不懂，所以我刚刚就很有礼貌的请了华航派来所谓的代表离开，因为他显然没有能力，没有办法回答任何问题。我对于我在处理的案件，熟悉我问政风格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手上没有证据，我不会讲话。我有多少证据，我说多少话。他说与事实不符，理由是什么？他说这个是透过正常程序购买免税品，然后让这些登机的旅客上网去买。昨天华航一讲了这样子的话，所有的烟酒商、空服员发了一堆讯息给我，胡说八道。哪一个乘客，你们出国预定免税商品的时候可以买到烟的？我讲的是在网络上面预定。这件事情我昨天在记者会就说了，结果华航在我开完记者会以后，继续满口谎言。那等到华航高层发现被严重打脸了以后，他说没有，他改了另外一个说法，协助专机旅客代为预购，这个就有趣了。如何协助？华航，你们是从事航空运输业相关的法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昨天就已经点了，你们还继续欺瞒社会大众，根本没有要彻底就办。这个就是华航在后台登录买免税品的记录，就是这一次的专机，全部都是 VIP。那重点是什么？哈，这个就是昨天的其中之一男主角。为什么我说其中之一？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明，就是吴宗宪先生，他跟其他人都在同一个页面上，对吧？好，现在重点是这个。装载日期7月11号，就是总统专机出去那一天。装载的航班1588，什么叫装载的航班？就是他要装到那个飞机上去，因为这个是他买的免税品。我们正常的人买的免税品，我说了，装载到飞机上以后，那原则上就在飞机上领。那你也可以回来的时候再领，但是你回来的时候再领的时候，原则上是从装载上去的货物去提领，就东西都一直在飞机上。我讲到这边，大家应该可以听得懂吗？原则上东西都要在飞机上。那有人是我下了飞机就要用嘛，那可能就先拿了。有人是说啊，我要回来才要用，那所以我回来再拿。但是呢，问题来了，7月11号，按照规定，这批货是要上飞机的。那大家昨天都有看到那些货的数量，也可以理解，根本不可能上飞机。但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
对于7月11号货根本没有上飞机这一件事情，华航从头到尾没有向巡气科申请，也就是关务署的巡气科从来不知道这个东西没有上飞机。东西如果没有上飞机的话，必须要填退库单，就是东西要退出去。没有填退库单，那没有填退库单呢，放在仓库里面，那显然就是仓库的库存嘛，它也没有记载在保管的账册里，没有向巡气科申报，没有填退库单，也没有填在保管的账册里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这个货 supposedly 依法要在哪里？在飞机上。如果没有在飞机上的话，你要不然就要退库，那一定要跟巡气科申报，这些事情通通都没有做。我请问一下华航公司，这个是你们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吗？董事长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你是用这样的态度面对，请你下台。